今日嘅第6場啊，4班嘅1004米。咁呢組係杯賽嚟嘅喎，呢個3T 嘅次關。好啦，咁起步嘅時候咧出得快啲咧，線路萬里就快少少嘅，咁啊跟住咯中間都好多馬想騎出嚟啊。其中一匹咧落飛落到啡燈嘅勝在當下紫衫紅帽嗰匹就係啦。咁大外檔嗰隻就百威多贏嚟嘅，內檔呢邊咧就有熱門之一嘅爭旺啦，跟住出嚟咧仲有馬上型啊，喺佢隔離係中德好嚟嘅。初出馬紫荊戰士暫時喺第7位貼住欄嘅，喺佢隔離黃衫啊男神啦，出邊有匹家傳之寶啊，後邊就有隻爆竹。咁啊喺尾嗰4隻啦，暫時咧勁勇黃區今日嚟跑草地喎，1400啊，咁啊結果成為大冷門嘅。喺尾嗰3隻咧，紫衫啊天德神影就尾3喺尾啦，咁就仲有咧就呢隻咧飛越神禧嚟嘅，拍住佢呢就勁進傳奇啊！入彎嘅時候啦，呢組步速就唔算好快啫，勝在當下拍住百威多贏放，守喺第3位爭旺啦，二疊第4嘅線路萬里喎，跟馬跑喎，馬上仍跟喺佢哋後邊嘅紫荊戰士同埋中德嗰度守喺6、7位啦，中間夾住男神就開始騎㗎啦，內檔出外檔出就家傳之寶啦，喺內檔搏位就有爆竹啦，大外檔邊勁勇黃區啊，勁進傳奇啦，攝咗埋內檔咧就有天德神影啦，同埋隻飛越神禧嚟到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勝在當下咧，慢步速放應該都賺賺地嘅，不過啲步都縮縮地咯啊！線路萬里啊上到嚟啦，嗱內檔爭旺俾晒機會你咯，騎內有位嘅喎，有冇你好似麻麻地嘅啫，反而外檔馬上迎上嗰啲出邊有隻仲勁啊，勁勇黃區現身啊！最後幾步嘅時候，馬上迎呢度諗住得啦啩，哇！出邊嗰隻就草地都掂啊，勁勇黃區，結果勁勇黃區爆冷贏，第2名咧馬上贏，第3名線路萬里，第4名係男神啊！其實全場跑得最靚嘅就馬上型嘅，不過即係質素所限，佢又 fit 又跑得靚嘅，都係贏唔到。唔易跑啊！呢隻馬啊，重口啊，金城江跑得好靚。其實跑得2次好都係金城江跑嘅喎。呢隻馬都呢場跑到我覺得100分嘅呢場係。呢場反而上次周俊樂啊跑得唔係好好嘅呢隻。咁啊已經揾到啲遮擋啦，嗰隻金城江嗰隻馬上型。穩定得到㗎，你睇佢組段。係啊，順嘅佢跑得。以前都幾重口嘅啲。後面黃色衫嗰隻就男神，係啲分浪啊，定係佢仲要加程咧？其實 Redwood 嘅馬我哋都覺得佢16、18好，上次縮落1200更加奇怪啦。咁啊，今日上山1400，佢又好早要俾，但係佢又唔係斷嘅喎，攬翻上嚟。佢攬嘅喎，可能要跑長啲都未定嘅。即係嗰啲 Redwood 嘅特性開始出嚟啦。咁啊，無偉傑又好醒嘅，轉場啊各樣嘢都就。冇得馬好準，不過佢勁過黃區尾嗰幾步都好犀利，咁樣搏上嚟。咁佢冷啊，又唔應該咁冷。其實佢原本冇咁冷嘅，佢10幾倍嘅咋，後來跑完翻嚟34倍。其實大家都知佢1200而家短一定要上1400㗎啦。有1400啊，好冷。係咯，咁草地冇話過俾你知唔得㗎，其實佢跑得都少啊草地，同埋都冇理由唔得添啦。咁呢組贏過馬嘅馬又唔係好多啊，佢係其中一匹贏過啦。即係可能上到2、3班就或者而家即係仲喺4班。得3隻馬贏過啫呢場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個分段時間啦。頭段13秒55，第2段21秒69，第3段23秒11，末段23秒18，總時間1分21秒53。咁啊，有時就係有啲盲點啦，個個好似諗住佢都係泥地好啲啊，真係。咁啊，佢早段就好落力去攝，揾咗遮擋。其實早段佢好着力爭個位揾遮擋，咁跟住直路騎出嚟就贏㗎啦。咁啊，如果以佢嘅衝勢嚟講，都真係好勁㗎喎。如果咁計，泥地1650都未嘗不可喎，唔係一定要1400喎，我諗。我諗佢嗰次唔得係因為第一次上啦，個1650咁其實佢都係越跑越長㗎，呢啲馬都。不過如果而家1400草地得咧，咁可能咪跑住1400草地先咯。如果真係太立唔得嘅，再挑戰草地1600或者去翻泥地1650，我諗問題都唔係好大。啱，未使升班住嘅喎，47分嘅贏咁少，5分到嘅啫喎，6分嘅啫喎呢啲。咁你睇下而家嗰啲4班1400都好弱啫，嗰啲線路萬里其實都係5班頭馬，上到嚟之後贏下又一場，跑下啲批又近啲，咁其實。都好似冇乜馬揀咁嘅，你頭先數幾隻識贏嘅，其實佢已經係其中一隻嚟嘅。我都冇想像過咧，你話俾我聽，即係上季咧，線路萬里會去到56分就係機會馬嚟，好似話唔係啊嘛，但係真係喎，依家佢仲有威脅㗎呢場，其實就喺直路初段都走得幾好㗎啦，仲。咁啊，呢啲可以睇下潘頓嘅之後點樣打算啦。如果佢肯繼續騎咧，咁我呢啲馬仲係好嘅，摸得好準啊！佢摸呢隻馬。好啦，跟住睇第7場賽事啦，4班嘅1000米嚟嘅。好，3T嘅尾關啊，都幾混亂嘅場合嚟嘅。好嗱，起步嘅時候咧，2隻慢咗啦，咁啊初出馬你知我寶啦，同埋咧就笑盈喜居然起步慢閘嘅，出得快啲邊隻咧？潘頓啊，黃衫啊，烈焰光芒戴咗眼罩咧，話砰砰聲就走出嚟先嚇，跟住出嚟奇異歡聲啦，大外檔嗰匹就花香月明，哇，居然都咁前喎，反而隻瑞木咧有個一檔咧諗住佢前啲嘅起步慢咗少少，而家上翻嚟3、4位之間，喺佢後邊咧就豐功偉績啦，咁啊笑盈喜咧就呢個時候翻上嚟第6位啦，外檔嘅大千尺風話神咁早啊3、4碟咯喎，
後啲嘅馬啦，就王者威風係初出馬嚟嘅，咁喺個內側就黃衫就君子，後少少咧仲有隻綠綠地衫啊，天天更好啦，起步尾4到而家開始上去啦。咁喺尾嗰幾匹咧咁就悠然上升啦，你知我保啦，咁啊巴閉嗰隻咧巴閉哥都尾二㗎啦，咁啊包緊尾嗰匹咧暫時咧就超智多寶啊！嚟到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面烈焰光芒咧走得幾遠得幾遠啊！呢啲馬留埋都冇用嘅，呢度盡走啦。跟住佢上嚟就鋭目嘅，咁啊奇異歡聲咧真係喎，今次望完空加啲磅咧就開始麻麻地啦。內檔上嗰啲啊豐功偉績啦，出邊上嚟天天更好啦。嗱個勢啊似模似樣啦，之後百零米嘅時候前面咧烈焰光芒咧嚟到呢度的確有啲轉弱啦，後邊上嚟鋭目先，但係出邊嗰隻天天更好咧，今日睇個勢可以做翻出好戲啦啩，贏啦！第二名鋭目，第3名咧烈焰光芒啊，第4名咧就豐功偉績啊。一起步慢咗就兩隻馬嘅，其實初出嗰隻你知我保同埋笑盈喜嘅兩隻馬都慢咗一集嘅。笑盈喜好快蝕翻上嚟啦呢個位，不過佢係證明唔多啊，成日都304咯，弱組頭304嘅馬，頭馬咯，慢度組係啊，即係真係再進步啲啦，因為始終你咩重磅啊嘛，你贏完之後加咗分。其實呢場我都開始偷嗰隻花香月明嘅，不過檔位唔好，走咗3碟，比預期前咗好多嘅。咁樣跑翻嚟，我又係臨場話，哇！咁樣跑翻嚟輸都輸唔遠，差唔多到，因為你睇佢落班嘅啦，你跟住個馬尾呢啲有啲神秘感啊，開始及住下佢先啦，咁一落班啊直情落添啦，我諗呢啲41可能減2分。不過巴道都跑到好嘅，天天更好，呢度唔望空住，定咗段時間。佢知道隻馬力短啦，係啊，等多陣好尺寸，佢計到啱啱好，其實翻嚟係贏少少嘅咋而家。因為試過幾次㗎啦嘛，即係中段可能捉唔到啊，或者早咗出頭啊，末段停啊，早谷咗上嚟咧，拉屎嗰2步冇嘅，真係計到啱啱好嘅呢次。有啲內閃啊，其實佢呢度呢度要停邊咧？有啲內閃。不過鋭目又唔係好多啦，翻到嚟最尾嗰幾步。分段時間就頭段23秒93，第二段22秒22，咁啊末段22秒81，總時間1分8秒96。其實我哋見到隻天天更好都好頭痛嘅，其實佢 fit 咗好耐㗎，唔係第一次 fit 嘅，次次都話佢 fit，其實 Q 都未入過㗎。又次次都熱門，你唔好以為今日啊臨尾飛燈啊好威啊，但係中到應啊咁，飛燈咗幾次㗎，係嘛？一馬王級賠率都試過啊，飛都冇啊，1.9倍嗰次。今次都個個都fit 都唔信佢，真係佢就贏。不過但係如果你睇埋呢場第2名嗰隻只係鋭目咧，咁都解釋到㗎啦。呢組其實都幾弱下嘅，呢組都。我你話齋啦，個尺寸因得好咯，早啲發力佢又冇啦。係啊，所以你都好少見巴道啊咁忍得入到直路，唔好拉出嚟住嚇，忍多陣先300先掹出嚟，嗰度就係啱啱好啦，變咗發揮。咁啊，潘頓又好中意跑嘢烈焰光芒，但係似乎嗰個進步差唔多係咁多料嘅咋，好似唔緊要。韋達仲有一招殺手鐧嘅，過谷草千二拆組，韋達都有殺手鐧，千二拆組啊，殺手鐧唔係1200啦，甚至1000添啊！因為好弱嘅啲組別啦。咁啊，不過呢個殺手鐧好多人都知嘅。咁啊，值得留意頭先嚟講啦，花香月明啦，嗰隻大千尺風，今日都係繼續開片兜，咁睇下2次都近㗎。馬就未話好 fit，但係即係我諗有啲能力嘅啲馬2次都已經跑得唔錯。係啊，你話花香月明兜，佢都係兜嘅啫，大家咁上下位置翻嚟嘅啫，其實。好，咁啊睇完7場賽事，接住嚟睇第8場啦。哇，有隻明星馬喺度啊！極上沙龍啊，134磅跑到3班頂啦，1004米起步嘅時候咧，我又慢咗，估唔到係佢喎，加州熱浪啊，出得快啲，自然係大滿嘅極上沙龍啦，第一隻跳出嚟咁滯㗎啦，喺個內側加應勇將嘅，咁啊外檔埋緊，灰灰地3嗰匹就開心三寶啦，都係掌前噃，中間有隻浪漫鬥士啦，貼住欄咧新力好嚟嘅，中間白衫嗰匹就幸運大富啊，呢6隻咧就比較前啲，後一浸啦，一生好彩啦，暫時就第7位嚟嘅，拍住佢咧仲有隻愛馬森，咁喺尾嗰幾匹啦，加州熱浪啊總算上翻啲。呢個亨奇咧，其實起步本來好前嘅，係咁捉啊捉到落嚟尾2啊，包緊尾嗰匹咧話仲後啲添啊，神馳添。轉彎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咧極上沙龍咧，嗱以佢嚟講咧就，我覺得對佢嚟講係慢步速啦，21秒52，捉得都幾辛苦啊，係咁鬥住啊。開心三寶守喺第2嘅，貼欄第3加應勇將啦，2碟第4就浪漫鬥士，新力好原欄第5位啦，頭側嗰隻咧就幸運大夫話仲閃咗出去外檔喎，跟住啦咁仲有就一生好彩啦，愛馬森啊出咗外檔啦，話亨奇啊就出到6、7碟添啊。走埋內檔8位就加州熱浪啦，同埋神馳啦。嚟到直路嘅時候，前面極上沙龍咧，第3段其實佢就開得快翻嘅，20秒97啦。呢度咧睇下走得幾遠啦。開心三寶要過人啊，會唔會難啲咧？佢都均速嘅喎。內檔嘅新力好啦，咁其他啲馬咧一生好彩上咗啲嘅啫，出邊神馳就而家先見影嘅，而家先見影啊，得翻幾十米咁點追啊？咁前面嗰隻都到啦，極上沙龍就贏㗎啦。開心三寶亦都保住第2，新力好啊第3，一生好彩追翻啲嘅啫，跑第4啊。
咁啊呢件彩衣兩隻都明星馬㗎啦，數字天文同極上沙龍兩隻嘅跑法都差唔多啊。雖然個路程唔同，但係大家朝頭早就有啲口就可以放，咁你唔好報起跑道咪冇事咯，真係不過打比冇辦法啦。今日已經要 hold 得到啊！上次直佢應該嘗試下 hold 嘅，佢嘗試，不過都係有啲都係重嘅。但係就都慢啲啦個步速今日啊，即係冇上次咁。但係佢咁樣跑都贏識，連出4場贏4場啦，係嘛？係有啲馬怪㗎，到佢搣咗口，你唔知好定唔好㗎，唔一定嘅有時。即係馬要跟佢嘅個性啊。咁啊，開心三寶啊，梗係落於手呢個位，唔會再逼佢啦。臨尾啲飛落得咁緊要，嗰啲 Q 啊着燈就4拖1、2、3、10、11，咁而家有5重彩都中埋嘅真係。不過隻一生好彩呢場，我覺得佢遲咗啲落邊。其實佢落邊就馬跟住撲上嚟，但係佢早段遲咗啲落邊。因為照計係好熟嘅，周俊樂呢隻馬。你留意下，其實佢呢度打開㗎啦就撲嗱，呢度一直都係手足推騎嘅。佢係俾你諗乜？你睇左右隔離就知啦，係嘛？個個都俾你一拍㗎啦，已經200都未打，未啊，一邊都未拍啊。係咯呢度先移出嚟，呢度先第一邊。其實佢追翻近好多㗎，落咗邊嗰兩下之後，佢而家緊冇咗個位置㗎咋。有隻12蚊嘅馬喺度，有時候就係咁㗎。佢要過開心三寶失力好過到㗎喎，應該係。唉，睇下個分段時間啦，13秒76嘅頭段，第二段21秒52都幾慢啊，跟住22秒97，末段23秒07，總時間1分21秒32啊！呢個極上沙龍真係犀利啊，到而家都未輸過啊！聽下連馬師嘅訪問咧。今次係叫做一個擔心就係重磅啦，上一次19，今次134加15磅，個檔位都 OK 嘅，因為少咗隻馬俾咗10檔，因為個市基本身都出走好快，快啲嗰隻可能咧。出邊咁變咗，我哋一定快過佢啦，叫做咁佢都唔會特登過嚟拍住你燒啩，我諗佢都係應該好輕鬆喺前面放嘅，係咧。咁啊呢次個彎位度佢可以舒服翻少少，因為佢話上一次比較勁啲，今次好啲，咁就翻到嚟都贏啦，叫做係啦。出年其實就會掹上去1600㗎咯喎。嘗試，因為我希望佢可以再放鬆多少少，因為佢始終都係比較行啲咁多，因為你一跑啲1600一定要放鬆，佢會舒服啲嘅，點都係咧，唔使人馬角力㗎嘛。咁啊，繼續上啦，1500都好啦，總之係繼續贏落去係咪？一睇個馬嘅進度啦，冇所謂，佢收斂啲1600都應付得到，但係咪可以跑到1800、2000，我就有啲疑問咯。咁係頭先講嗰樣啦，一生好彩，我覺得佢如果早少少落邊咧，呢個胚應該唔失得到嘅，即係去到差唔多100先第一邊嘅啫。咁其實佢唔係冇啊，佢落邊，你如果睇個側鏡就知啦，落邊嗰幾步就追上嚟嘅啦。呢場睇飛咧，你又會睇到佢都係即係比較偏軟弱啲嗰只咯。嚟睇飛啊，係啊，真係。係啊，所以睇完飛之後要睇佢點跑咯，就係。因為呢場好得意咧，即係睇飛就梗係大家都驚咗，係極上沙龍啦，側晒喺度啲獨贏。咁啊，終於好特別呢場咧，有5隻嘅位置係着咗綠燈嘅。咁啊 Win 啊冇乜人落飛啊，但位置有5隻着咗綠燈。其餘咧就係頭先提過啦，連贏位版面咧就用4膽啊拖5隻嘅啫。咁頭先阿羅富全話冇理由上嚟燒我啊，梗係唔會啦，燒完自己冇埋都似我諗開心三寶。落於手呢個位咯，其實佢1400短啲，我覺得呢隻馬其實應該上翻1600甚至上1800。不過今日就即係跑啱咗個步速形勢咧，翻嚟嗰個第二，其實佢都唔係好多㗎啦，呢啲開心三寶。但係咪都係會望翻1600、1800嗰啲路程？身力好呢個位置好彩咯。係啊，都未計頭先話就仲有隻神池，其實你睇下佢擺咗個咩位啊？全程都即係完全都冇機會上到嚟嘅。咁好啦，咁啊睇完8場賽事啦，休息。